带去读唐诗，望离别其字，作者杜甫。诗篇：忽魂将日行，游子久不至。三夜鬓蒙君，情亲见君意。故归常局促，苦道来不及。江河渡黄浦，舟楫向失渡。出门所别手，若负平生志。灌溉满京华，书人独憔悴。宿魂望愧愧，将老心何累？千秋万岁名，一幕新后事。简介：顶一首呢是写望着离别，此后呢一连几落年梦压不断，所以才在写这首来应答。起笔都用天顶的浮云，也飘来飘去，从不间断。是安怎样好朋友分别到这个时阵，拢毋捌搁再来见面呢？三夜鬓望君，情亲见君意，是表达两个人呢。形影虽然分离，但是呢精神意合拢定来斗阵，肝胆相照的情谊，推己及人，一片的通情。接落来6句30字，全部选出梦中离别的幻影。分手的时阵，总是匆促不难对讲，见面一摆足无容易的哦。江湖上的风波迭起，真正恐惊顺车来变落去。帝王书才华，变成甲这款的诗言，每摆若是精神了后呢，愈想就愈替离别头大不平。所以才会激发后面灌溉满魂集，诗人独憔悴。宿魂望愧愧，将老心何累？千秋万岁名，一幕新后事。这6句呢，分明是伫个足激动的中间来写出来。高冠魂界，冲铁重安，竟然用不了帝王书记载离别。这个要老了60岁了，还要被流放。只要心肝天网恢恢可言呢，心情就有这款的不平。随后呢，纵然名随千古，又搁有什么路用呢？沉重的凄叹，是互离别双高的评价，甲无比的同情。话搁再讲倒转来，何尝毋是为家己吐出一口的怨气呢？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阁有文采。